后来继续来看，网红馆长陈之汉做直播，是以激烈的言论谈论时事，甚至讲要对总统不利。刑事局已经报请新北地检署来侦办，检察官嘛已经收案指挥，并且以他日案来调查案情。那馆长今仔日来回应，讲伊发言去互气头气尾，讲迄毋是伊的本意。总统。 吴主委、各位贵宾，还有他xã的同仁，大家好。总统赖清德7号透早出席国家太空中心维护8号坐北联卫星起运典礼，伫台卡听甲啪啪啪，唔过边啊。维护人员会场徛几排，包括粒目睭世界上眼观四方，耳听北方，连走廊嘛有，甚至卡只听小达，这的动作拢是要确保总统安全无漏抓。精确斩首嘛，把赖清德。 馆长陈之汉5号伫咧直播直咧讲要对总统不利，吸到敏感的言论，甚至防质疑暴力的言论可能会伤害总统安全。赖清德7号嘛出面来回应，需要的是团结，而不是发表仇恨的言论，甚至诉诸暴力。总统府6号回应已经交予警政单位依法处理。台湾虽然是言论自由的民主社会，不过国家加元首的安全是袂使有任何条件，嘛呼吁社群发言唔通打法律红线。法律是怎么在保护他的？今天他用这种方式，他也会知道法律必须对他提出应该有的制裁，这是政府的态度。 检调真嘛要办啊！刑事局6号下晡紧急请新北地检指挥侦办，目前检方已经收案指挥，以他日案调查案情。不要去头去尾的，我就不要武统。我还求嘞，我还说我要下跪嘞，变成说哇，我违反国安。虽然陈之汉强调直播的内容去互人加头剪尾，看一个影生一个囝，不过警政署表示，相关的言论已经超过言论自由的范围，会收集事证，加检警合力侦办，莫让言论自由变作是挑战安全的破口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